下一站係本次列車嘅終點站嘉禾皇崗，可於本站換乘永遠22號線。The next station is 嘉禾望港。站台內用際遇被困，想脫身，身體卻又下沉，似配合這傷感氣氛。早晚機你都說想飛，這趟車我原來送你，沒料到臨分開前揮手，仍隔着玻璃。人傷心可不可念舊？車走到終點怎麼開回頭？這結局有多近，有多遠，有多痛，總需要默默放開手。你飛向了天空，我心跳已失蹤，才知道這一刻眼淚無用。相擁過你都清空我，竟不懂仍得分手告終。我躲進記憶中，腦海卻似冰封，連想你每分鐘都感覺痛，還寄望你會講聲好了，別訴。方向不你奔向新生，方向反我逗留手困，沒料到人海中一轉身，就已是一生。人傷心怎麼敢念舊？車走到終點怎麼可停留？這故事愛惜過，痛惜過，抱擁過，總需要忍心放開手。你飛向了天空，我心跳已失蹤，才知道這一刻眼淚無用。相擁過你都清空我，竟不懂仍得分手告終。我惹進記憶中，腦海卻似冰封，連想你每分鐘都感覺痛，再期望你會講聲好了，別訴。下一站積水潭，下一站瀑布河，下一站崗頂，下一站129街，下一站武道口。